10年前有山寨手機，估唔到響10年後仲會有山寨電車。當我睇咗小米喐柒嘅發佈會，我知道中國嘅汽車工業係冇得救啊！咁嘅車你做咗出嚟，你唔醜噶嗎？唔好失禮街坊啦，大佬啊！中國人嘅面都俾你丟晒啦！中國嘅汽車製造業搞咗30-40年，到今時今日，響外國人眼中仲係一個只會複製黏貼嘅山寨王國。想當年，比亞迪致敬豐田花冠，整咗台 F3 出嚟。呢兩台車響外觀上可以講係一模一樣，除咗隻車標唔同，甚至連配件都可以互相代用。而 F3 嘅價錢先係花冠嘅一半，一台買2台。嗰啲精打細算、追求性價比嘅用戶，自然就會買比亞迪。福哥嘗到甜頭之後，跟住佢又整咗台 M6 出嚟。同台豐田大霸王可以講係一個冇出嚟嘅，嗰啲銷售甚至可以提供免費嘅換車標服務。大家見到福哥揾錢，跟住眾泰 S9 又抄保時捷嘅 Macan， 陸風嘅 X7 佢又抄路虎嘅極光，連幻想 Mega 佢都抄現代嘅 Steria。雜量電車，舊年佢致敬保時捷，整咗台小米縮塵，今年佢又致敬法拉利。響大庭廣眾、眾目睽睽之下，佢竟然話呢個係佢嘅原創設計，沒有任何一個細節是抄襲。可想而知佢嘅心理素質有幾咁強大，抄得理所當然，抄得光明正大，抄得合情合理，甚至乎超越原創有過之而無不及。一個山寨廠響冇經驗、冇技術嘅前提下，複製就係最低成本、最高效率嘅方法。你可能會問，明知道抄都仲會有人買嘅？因為裝逼係人類嘅剛需。引用雷總一句說話：得屌絲者得天下。小米喐柒再次證明，響中國市場唔要面先至係最成功嘅商業模式。因為響中國有10億人月收入不足5000蚊，但係人人都有裝逼嘅需求。雷總佢係最了解屌絲嘅，佢能夠將屌絲研究到出神入化、爐火純青嘅境界。佢知道你呢一世都買唔起法拉利，所以佢整咗個法拉利皮膚嘅電車俾你。因咗法拉利曾經講過一句說話：花幾百萬去買一台跑車，可以講係毫無價值，但係花呢個錢去實現你嘅夢想，就變得物超所值。法拉利從來賣嘅都唔係車，係夢想。而小米賣嘅係幻想，一個黃毛小子屌絲逆襲嘅幻想，一個你咬咬牙借網貸就能夠實現嘅幻想。窮就窮啦，認咗佢。我斗膽預測一下呢台車頂晒籠都係賣20零萬，連法拉利嘅購置稅都唔到，你就可以擁有一台小米喐柒。由於時間嘅關係，隻車標我幫你穩定出嚟啦，下邊鏈接自己貼上去哈。20零萬嘅法拉利，你買唔買？我大佬搞咁耐，你咪唔喺俾